详细写着民众的服务资料，伊是台南市议员郑志杰的服务处主任谢宏斌，一直以来以非官方身份担任协同调解人，成功调解案件有将近2000件，其中伫服务处所在的东区就大约有1000件，上远也搁到台北担任协同调解人，济社会知名人士嘛拢会来找伊。同一个案件，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。他就必须要有临场的反应了，你才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桥梁，来化解双方面的纷争啊。经验丰富的伊，今年第6度得到协同调解绩优行政院长奖，嘛是台南市唯一有这份私人的议员服务处。20号嘛将伫咧台北接受总统以及行政院长的颁奖。伫此进前，市长黄伟綽特别颁发红榜，感谢伊坐当来会当圆满调解，减少司法纷争。肯定他对于地方不管是服务案件或者是调解案件的用心尽力，能够让许多诉讼减少了诉讼，节省了甲乙双方两边的一个纠纷。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。我相信现在调解已经不比10多年前这么容易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服务处的服务的这个精神，特别不一样，是我们除了有耐心、爱心以外呢，我觉得是一个经验的累积。合作公道杯的谢宏斌协同调解业务20多档。甲前副议长詹顺良、前议员詹信凯以及议员郑志杰，拢是秉持着服务无分区域、无分党派原则，服务更较侪市民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